電影《不赦之罪》咧，講述由黃秋生飾演梁牧師，由陳舒恩飾演佢個女梁思晴嘅。思晴咧被少年阿樂性侵，阿樂因為咁樣而坐咗監嘅。出獄之後咧，喺唔認識梁牧師嘅情況之下咧，加入咗梁牧師嘅教會。阿樂知道咗思晴因為被自己性侵之後而自殺，非常之內疚，就向梁牧師尋求呢個贖罪嘅方法啦。梁牧師內心非常掙扎，應該因為信仰去寬恕佢啊，定係放棄寬恕嘅信念，繼續去憎阿樂呢？究竟順從人性以仇恨性嘅愛啊，定係勉強將神性蓋過人性呢？電影中段，梁牧師對阿樂循循善誘啊，反而令到佢太太好難以接受。聖經裏面馬太福音第5章提到相關嘅教導，能夠好好咁樣解釋同埋指導超越人慣常嘅心態同埋處境。大家想知道詳細呢，我有寫低嘅影評可以知道多啲嘅。喺《不赦之罪》上映之前呢，有傳媒訪問導演，導演講過一句說話，話反而有一種恨，會唔會反而先至係最人性、最真實嘅一種情感呢？恨係好真實咁樣出現，但係聖經鼓勵我哋唔好去恨得太耐，順住方向學習放低啦。放低可能有人係需要1日啦，但係亦都有人可能係需要10年嘅。其實我哋冇能力好自然咁樣去放低，所以咧就需要祈禱，祈求天父賜我力量，幫助我哋去放低。能夠放低唔係我哋嘅能力，係因為天父愛我哋。當我哋以為恨係最人性，信人性係最好嘅時候，但身體嘅反應係最誠實。對身體健康好嘅事自然係好事啦，造成傷害自然唔係一件好嘅事。恨係會對身體造成壓力啦、抑鬱啦，影響身體健康。心理學研究咧發現原諒咧可以改善人嘅心理健康同埋幸福感嘅。饒恕、原諒、寬恕嘅好處就係放過自己，解開自己心結，令自己嘅未來覺得舒服一啲。其實呢個係唔係更加人性，為自己着想呢？